有民眾去坐這台北捷運，結果伊皮包煞互人家佔去，而且信用卡呢嘛互人家偷擼要10萬塊。不過這消費的地點煞是佇個沙烏地阿拉伯，警方是佇個桃園查到一個50多歲的香港人，已經照偽造文書甲詐欺等罪嫌甲伊移送。目前是因為懷疑講伊可能是利用這個 NFC 的這個技術，信用卡只要挖進這個手機啊，就會當交易，所以今嘛警方專案小組當咧擴大偵辦。穿白衫的查甫人到捷運站坐車，毋過出站了後，清查全部改變，會安尼是因為伊牽涉不法。受害就是伊，姓高的查某人12下晡5點外佇南京復興站上車，辦方便二站落車，10多分鐘，毋但錢包攏互人偷去，現金損失1萬外，高接到銀行來電話有失筆9萬外的錄下記錄，毋過交易地點卻是中東的沙烏地阿拉伯。一名港籍男子設有重嫌，全案因竊盜、偽造文書、詐欺等罪嫌移送。警方在桃園一間旅館抓到50多歲香港嫌犯，去年12月開始真濟擺來台灣遍佈南北，佇滴手信用卡了後，搶佇被害者停卡進前第時間犯案，佫閃避網絡交易的 OTP 驗證，同時被嫌警方查緝，涉嫌自家手機提前囥駭客程式，利用 NFC 中繼技術，信用卡靠手機感應，馬上完成海外導入。手機呢，一旦裝了這個 app， 它本身就可以想象，它就是一個這個刷卡機，就可以做這個類似像刷卡交易的動作。它可以去接一些境外的，比如說實體的商店，或者是境外的線上的服務。其實大多數都是這個盜刷集團，它會有一些配合的一些這個店家。這種部分，敢若需要手機啊，佇路挖進民眾感應實體卡，全部偷走信用卡，也可能完成盜錄。嫌犯被依照偽造文書、詐欺等罪嫌移送。國內統計到即馬已經10多人受害，損失超過100萬，攏是伊做的。不過警方無排除專案是屬於跨國集團犯罪，海外1萬有共犯，在擴大偵辦當中。記者綜合報道。